高雄正出名的地标连池潭甲龙虎塔，市政府已经规划要改造公园咯，环保团体嘛真支持哦。也毋过地方嘛是有想要开发的意见。进前提出来案件是由内政部都委会退回专业小组，下晡要搁再审查。环保团体是呼吁讲，应该要赶紧来通过变更案，来真做是全面的公园。为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高雄真有名的景点连池潭边有一大片的绿地，目前是观光发展特定专用区，大约有4.67公顷。因为招商几若摆拢流标，高雄市政府就决定改造公园用地。不过案件送到内政部的都委会大会，所予人退档的专案小组，环团烦恼若是无法度顺利变更土地，就有可能会开发旅馆。开发之后，它就会破坏这样的景观天际线，然后它破坏这里的绿地，破坏这里的树木。变更公园用地的好处呢，是它的土地就是全民共享，不能再变卖。环团表示，这个所在生态丰富，景色嘛真水，阁有各种鸟仔伫遮生团休困。因已经摕到8000人，阁有44个团体的人士书，希望会当保留做公园。而且遮嘛有老树、100年的圳道、到50年历史的儿童之家，无应该过度开发。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又有防灾、治洪的效果，甚至可以更多的树木。高雄是一个重工业污染的都市，更需要更多的绿地。高雄市都发局指出，为着甲高雄北边的生态力量度合作伙，灿烂市周围的生态甲观光资源，所以提出甲遮变更做公园用地。不过，也是有部分的居民反对，希望会当去观光旅馆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内政部都委会认为这个案件有较复杂，阁需要进一步厘清。伫去年5月退回专案小组，案算阁再重新讨论。记者台北高雄报道。